必点，韭菜必点。像我们这种汉子嘛，无肉不欢。炸河蟹，很香的。6分熟、8分熟，拿出吃最香。芥末鱿鱼，红的没少过。香秋、味辣都没有了，香菜也没有了，香菜也卖完了。你让来那么早，你怎么可能没有？你是不是给别人留的？好吃吗？中午吃，晚上吃，宵夜吃。一吃，哎，这什么玩意儿这么好吃？味儿吃的有点多。突然想回来，就脑壳不是光用的，吃了不拿点不拿点。他们说吃眼睛就补眼睛的呀。刚这晚的时候是在灶炕里烧那个鸡蛋就好吃，这个烤肯定好吃，放心。那时候我刚一开始上的时候，哎呦我天哪，最高峰一天卖了是170多斤鸡蛋。煮猪的做法只有2个，一个是脱猪肉，一个是上猪。花心、鸭胗，这些都是我们这边不同的食材。这西安一个特色，你哪个地方你烤肉不烤，生着吃？没有，我们那个地方都没有这种。羊肉那都东北这玩意儿，吃谁都吃，老香的。